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6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9号上午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表扬职优的警察人员、热情的警力以及警察之友以外，佮率先全国成立死亡上座顺手大队，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身授旗。所谓的警力有限，兵力无强。市府为了鼓励警察人员甲协勤能力的士气，特别选伫警察节之前举办大型的颁奖典礼，包括立委林俊宪、黄伟哲，侪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机关首长拢到场祝贺，场面热烈。其中市长除了颁奖表扬各职优的警察人员，包括模范警察以及侦破南华命案有功人员，阁有长期支持警察甲协助警力的民防。义警、义交甲志工等，就因为警力甲协勤人员的努力，创下咱市连续23届得到治安满意度6都第1的好成绩。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参加我们台南市市政府警察局107年警察节庆祝大会，以及守望相助巡守大会的成立的大会。那么，首先我要感谢我们警察同仁过去1年在黄局长还有3位副局长大家的共同领导努力之下，那么对于打击犯罪、治安的维护以及交通管理工作上所做的努力跟成果，那么我这边仅代表全体市民向本市全体警察同仁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和肯定。市长除了感谢警察同仁，无论伫个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或者是交通等方面的努力，同时也感谢协力的民防，伫个东港率先全国成立守望相助的巡守大队，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授旗，和大队长宋俊明场面盛大。会后，伫个市长甲警察局长的带领，共同合唱台南英雄，为整个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智慧绿能产业联盟伫台南成立沙轮办公室，包括前台南县长苏焕智、立委黄伟哲、甲交通大学新校区推动小组执行长林建正拢亲身出席。黄伟哲强调，未来若是有机会担任市长，一定会尽全力来协助绿能产业的推动。台湾智慧绿能产业联盟经过长期的筹备，9号下午正式伫台南成立沙轮办公室。伫召集人陈仁达的带领，包括前台南县长苏焕智、立委黄伟哲、陈曼丽以及侪筹备委员拢到场参加，并举行办公室的揭牌启用。办公室位置就伫沙轮特定区交通大学的新校区。黄伟哲意思是强调，因为位置适中，配合中央的绿能政策，未来有机会担任市长，将全力来协助绿能产业的推动。咱看到足侪绿能发展，咱现在是以沙轮最好的所在，那是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的条件。加上小英总统，你马公里5+2要把这个沙轮地方作为绿能科技城，那有这么好的一个土壤，我想伫家来设定筹备一个智慧绿能产业联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将来这里交通又很方便，离交通大学又很近，又是这个直接跟这个交大能够对口。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很重要，能够把产业发展第一时间就能够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跟产业能够对得起来。那未来我想台南市政府嘛爱全力来协助这个产业联盟的这个发展，能够帮忙。所以在法令的松绑以及这个行政的配合，我想这拢作用来让来到上港阿拉伯刚刚这个民间自己跑，政府永远在后面被拖着走，安尼我感觉是还是不好。联盟也表示，办公室成立以后，
未来第一个目标将以扩大公民参与，将绿能产业讲予社区的居民了解，进一步达成绿色能源的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永乐市场为民国52年一直陪伴台南市民，近年来不但成为观光景点，甚至搁红到日本。但是最近却因为建筑物所有权的问题，有未少摊商被市政府告。虽然一审市府败诉，不过摊商希望市府唔通搁再上诉，互因会当好好做生意。已经有50档历史的永乐市场。因为建筑物所有权的纠纷，市府正式提出告诉。虽然顶个月一审，因为市府无法度证明拥有建筑物的所有权，被判败诉。对此，议员参选人沈振东甲举县里长沈连泽，上午陪同摊商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莫阁上诉，互摊商会用个好好做生意。不管土地啦，还是不管那个建筑啊，我们都一切都合乎程序。现在市政府好像工作台工就去叫那个官员讲啊，合乎政策，都一切合乎。那你们现在市长要告我们，你们告也告诉我们，你们告上这养事，结果都败诉。我希望我们政府不要再扰乱百姓的民生问题了，现在就民不聊生了，不要再第三座的再那个起诉，应该让百姓好好的去。在那个好好的工作做生意，维护摊商权益，从永乐市场开始，根据摊商表示，当时的永乐市场是经过多位摊商共同出钱，虽然期间经过2手甚至3手的转换，不过既然法院判定市府无法度提出拥有所有权的证明，因嘛希望市府会用个好好甲摊商协调。希望创造市府、摊商甲观光客三赢的方案，解决永乐市场的产权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0206地震造成台南孔子庙有一寡所在损害，经过1档月规划设计，灾害修复工程总算伫今仔日正式开工，修复经费4300多万，预计伫明年底会当完工。国定古迹台南孔子庙因为进前0206大地震，造成孔庙的主要建筑体大成殿出现了壁损，因为有安全的顾虑，所以中央甲市府就开始规划要如何来进行灾害以后的修复工程。经过了1档月设计，总算伫咧今日上午，由着代理市长李梦燕、文化局长叶哲山以及侪贵宾的见证之下，这摆天地动土开工，并且祈求着工程一切顺利圆满。我们人一生中能够有几次的机会参与历史、创造历史，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大家各个与会的贵宾，大家都是来为我们的台湾这么重要的历史的古迹全台首学来做一个见证。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齐心努力哈。当然这个整修是很辛苦，因为刚刚一个请西中该西中了哈。一边我们不是全面性的封管，我们是一边这个开馆一边要整修。因为该工程是0206地震古迹修复案件当中上界复杂，而且经费规模上界悬的工程，也因此会分做3期，撇开着秋季的祭孔大典来进行。那因为目前孔庙是一个国家指定的古迹，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所以我们这一次修复分作大概是3期的部分。那第1期的部分大概就是左学就是明伦堂。那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大城坊也就是说所谓的外围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先做修复，那大概是在今年底会来完成。那第2期的修复大概是过了所谓的秋季之后春季之后进行所谓的大成殿的一个主要古迹本体的一个修复，那大概会在明年的所谓的秋季之前来完成。那在明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秋季的时候，那大成殿会整个完成。讲下了动土典礼第1錘，侪贵宾拢共同祈求这项修复工程未来会当顺利圆满佮平安。为着要互施工期间会当兼顾着游客参观需求，将会规划采用着分期分区施工的做法，
整个工程预计伫咧明年底当完工。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第二关风务员办公室去年开始协助台南的小食业者规划商议菜单，今年阁特别推出外国秘密客的活动，希望借此提悬台南伫个国际知名度。一位伫泰国知名的网红主动报名参加，伊希望会当趁着这个机会体验台南的美食。经过第二关风务员办公室2年的推广，现在台南市已经有超过500间的英语优先店家。正正的重点放伫协助业者提供详细的菜单。今年起嘛，甲重点放伫协助英语优先的店家行销。第二关风务员办公室嘛特别举办外籍秘密客的招募。希望透过安尼的方式，有效来提升店家营运能力。这位来自泰国的网红 Lisa， 伊嘛主动对泰国来到台南，担任第一位的秘密客，为着就是要趁这个机会体验台南的好食的美食。我们的目标是100个人，那事实上呢，我们会给这些秘密客呢大概2000块，一个人2000块，要求他们要造访8家以上的店，那交通费也是在这2000块内自付，所以其实金额并不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些秘密客他来用过美食之后呢，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一些翻译上的一些意见，看我们的菜单翻译的好不好，看这些店家有没有把菜单拿出来用，给我们这些意见回馈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这些外籍秘密客可以在他们的社群网站上面去贴出他们想用的一个心得，或者是来帮我们宣传这些店家。所以呢，我们的秘密客呢，他必须上传他截图，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或者在 Instagram 上的一个截图，然后呢才能再领到这2000块的一个餐点的一个算是补助的费用。对。I wanted to taste Tainan's food because I know it's really famous for street food. So all I want to do is eat and just eat. That's all I want to do here actually. That's why I'm here. 这届秘密客的活动有计招募100名的外籍人士，只要到第二关风务员办公室的线上地图当中的8间店，确定店家敢有使用双语菜单，还是接待人员的英语能力，而且上传照片，就有机会得到2000块的补助。欢迎民众找家己国外的朋友，做伙来为台南的国际形象努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谢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国际凌船锦标赛6月14号将伫台南运河顶场。东暗的开幕表演赛将由着市府首长队出战台南市议会加驻台使节队。市长李茂燕特别率领局处长进行练习，希望得到好成绩。包括民警、环保、警察、甲秘书处秘书长等19位局处长，伫咧专业教练的指导下，配合下午伫咧运河进行白龙船的训练。连代理市长李梦燕嘛亲上救生衣。原本想讲市长是要担任掌舵手，结果市长嘛亲身参与白船的训练。伫咧鼓手节奏的歌声当中，整个市府首长团队动作一致，大力来向前。既然咱要加议会也有一个队伍，好啊，咱市府会组首长队，既然要跟议会还有使节各国的大使使节一起来比赛哈，那我想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练习，那希望能够
来全力的争取好的成绩。所以今天也跟同仁一起来练习，希望把团队的默契把它练好。伫比赛赛道300公尺来回4组的训练，首长团队每一位看起来精神拢真好，一点仔嘛袂感觉忝。尤其运河伫经过这几冬的整治，市长表示，爬船、坐船变成一种的休闲，尤其暗时增设光雕，希望台南运河游船会当成为未来观光的一大亮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邮政推动24点钟客货寄货爱邮箱服务，在1号上午伫中信金控管理学院正式启动。目前大台南总共有16个爱邮箱，预计伫今年底将会设立1000个。这台全新的爱邮箱，就是中华邮政为了对上电子商务的潮流，加上现代人生活真无闲，常常无法度伫厝里领货，特别伫专台推出，会使24小时寄货甲领货的爱邮箱。11号上午嘛，全台大串联，共同启动120座的爱邮箱，其中位伫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这座，嘛是台南第一间有爱邮箱的大专院校，希望提供学生更加便利的使用。今年一共要设到1009座的爱邮箱，以后会陆续一直做到有可能比7还多，因为这个是24小时的服务，你取件、收件都可以用，又保密又便宜，又可以跟我们地方结合，又可以当我们社区的好邻居，所以这个爱邮箱这是必然要走的趋势，那我们要提高我们邮局的服务品质，所以这个一定要做的。希望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多多利用，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你要取件，按几个键，爆点出来，你就可以用了。因为我都有试过，真的很好用。你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目前大台南已经有16个爱邮箱，但邮局嘛规划后一批将会设立17个爱邮箱。现在爱邮箱嘛推出寄货8折的优惠，会使使用悠游卡扣款。活动只到6月底，嘛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多多使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财团法人啄木鸟文教基金会、甲立委林俊宪、议员王金德以及吕维英服务处共同举办的儿童卡球夏令营活动开始报名，欢迎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的学生踊跃参加，报名到7月15号为止。已经连续举办120档的啄木鸟儿童卡球夏令营，虽然期间捌中断，不过今年拄好遇到世界杯卡球比赛。主办单位啄木鸟文教基金会特别结合立委林俊宪、甲议员王金德、吕维英等服务处来共同举办，欢迎有兴趣的小朋友踊跃报名。我想，特别是今年度搭上世足热啦那所以我想这个报名的盛况应该更加踊跃才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在8月13号到8月17号的下午4点到6点一样是来我们孕育足球名校的南英商工的这个操场那有很多这个过去呢，这个可以说是足球界的国咖啦国脚，包括我们现场的董事长林志明林老师都是国脚那会来好好教我们小朋友怎么这个踢一个好足球然后怎么能从这个足球中然后来快乐学习来这个掌握这些足球的技巧。国人对体育尤其现在的小孩子，很多家长他都让他去补习啦，或是看着3C 都在玩3C看玩电脑。那我们是借了这个暑假的机会，让这个小朋友走出户外不要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间浪费在一些其他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了今年的活动期间定伫8月13到17，预计招收60个名额，欢迎幼稚园中班到小学6年级的学童拢会当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由市府文化局出版的《台南作家作品集》的第7集，总共有8本册。伫个上午举行新册发表会，文化局希望借此提升台南在地文学创作的水准，推广文学创作的风气。这8本册拢是台南在地作家用了侪心血所创作出来的，内容相当多元化，有记录研究台湾的文史人物。也有描写台湾民间的故事，也佮有台湾诗的创作，以及写下生活点点滴滴的小品散文。这寡文学创作，伫咧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之下，顺利来出版，也互台南的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在2011年开始，就每年会出版这个台南作家作品集这样的一个丛书。那以往呢，每年大概都在5到6本之间，好，那所以我们累积到现在呢，已经出版了39本，那再加上今年这8本呢，就47本了，即将要迈向50本。我想这样的一个累积呢，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能量了哈。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可以让民众借由这样的一个慢慢的累积，对台南的文化历史、文学，或者是对我们台南的作家们，都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这8本册每一本拢有唱着在地故事，文化局也希望借由安尼新册发表，互大家拢会当来支持着台南在地文学创作。台南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7分，中昼过后底渐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